泰國男星 Nek Charlie 屋企爆竊案，涉及大量嘅財物被偷，包括樂器、古董收藏品同65支合法收藏嘅槍，估計總值超過5000萬泰銖。呢件案其實拖咗接近1年，一直冇乜進展，因為有人報料見到佢嘅物品俾人喺網上兜售，佢自己亦都揾朋友放蛇。最後知道涉案嘅疑犯其實就係佢嘅鄰居，佢自己亦都識得嘅。佢提供咗資料俾警方，但係最後都係冇人被捕或者被告。因為件事拖咗太耐，所有 Nek 最後終於出面帶證據見警方嘅高層，公開施壓。有消息話終於有人被拘捕，但係到而家大部分嘅失物仍未揾返。究竟拖咗咁耐先開始拉人，仲要係拉返原本放咗嗰啲人，中間發生過咩事呢？呢件案件有好多疑團。